秀林乡公所为推动语言文化复振工作，奠定族语能力发展的基础。自109年起，更续办理太鲁阁族语真人研习课程，今年则于7月15至7月20日，在花莲县东华大学美伦校区办理，学习时数计53小时。本次结业学员人数共计13名，在老师热心的指导下，学员们都感到收获丰富，受益良多。一起来努力，让我们的语言这个扎根出来，让更多的孩子都有机会来学习，来认识我们这个母语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本次在课程规划上，本所聘请2位学有专精且具教学专业的讲师，精心编排初阶课程，内容涵盖音韵、构词、衍生词、词组、短语的认识、阅读理解、语言结构分析、写作技巧、翻译技巧、实作练习等具系统性的课程规划，增进学员语法及词汇应用的认知，厚植语言实力及文化内涵，期望带动族语学习风气，更续培育族语专门人才，让族语得以保存及代代传承。秀林乡公所民生组报道。